哪去出过比赛耶？哎呀，我觉得他非常有我在特代表色，头一班呐。真的真的。哦，这可以走吗？这可以走吗？学长学，学姐嘞，你做嘛该无上攞第2排啊？我以为民主党有名诶，孙沙宽，孙沙宽，顺便哦，孙沙，那解码莎，选帅哥，那就是两个你真的害他们会吵架哦，必须俩腿哈，就抢到一个撇性上，哦，就是把跳性上来嘞。下课喽。学生们留下来啊！上上下怀一条线。钟上鼓励一下。哇，来请评分。是跟那些要吃料理啊吼，都不卡练的去都拜，母练，真的吗？这么热的天气，那汉佐的是强力呢，超级好吃。Hello，各位电视機前面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漢就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大家好。分享薯寬，一家之主，感謝民族。係中白票。今日當歡喜，再來到我嘅故鄉苗栗亞特別移民廟，唔過你今日睇起來一天有發現到哦，亞特別規則變成是移民廟嘅2.0版本了。係啦。就將老嘅一家之主共用，會嘅 level up 咧。係啊，唔單止用英唱嘅香檔吼，你就看到做喺頭公嘅設計咯。今日嘅風勢又做好啦吼。有，好，總共呢其實移民廟都有採地當重要，行家叫10分久嘅歷史誒，要不過一擺來裝修過後，本睇起來新嘅樣貌。冇錯。個三下來呢，我來分享到基本嘅評審欣賞。提前來分享到嘅就係子良師傅。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子良。兩個，好，大家嚟看一下，係呢個係青陽風氣。大家好，大家好。哇，2位哈 TC 龜 T 入白來。沒錯，對啊 TC 龜呢，張奎是 Q S，我們都要慢慢的檢視一下，有沒有因為美食節目變皮，看起來兩位師傅報仇等候，只有你的問題而已。變下。沒有。好啦，我見區3萬加油。好，但是呢，三下來分享到嘅潛水站之前有來過哦。而之前來分享到風吹嘅係兩表姊妹嘅，分享到嘅係 P 成記、謝鳳記，歡迎。好，大家嚟看一下咱這條片，係來自強榮係苗栗市嘅表姊妹，康婷妹老廖妹。歡迎。來喲。是不是要我牽着才過來？哦，哇，凍醬誒，是家誰阿妹哦？沒錯，這都苗栗市呢，真係特別親切，因為我覺得都苗栗的苗栗市台誒。哎呀，你就係苗栗嘅醬誰阿妹嘅代表。是的。哦。接得很快。來分享到風吹兩位姐姐，苗栗市一擺你要走嘅嘛個好食的係冇40個綠頭棚，都啲人一到南苗市場必買，將我哋我出去嘅時候啊，我哋都會買給送人啊，係啊。還有香點哦。哎呦，這個看起來比肚臍餅厲害哦！這是什麼？借我看。哎呦，現講清楚哦，兩枚肥皂哦。沒有。哦。哎，太漂亮了。人家做在學啦。我們先傳看一下。做的是的玉佩，五行做的，五行那個。五行係哪五行啊？金木水火土。哦。人家樹紅哪一個係半母誒？係模型。家是。設計的，假生理，假生沙皮耶，哎，這真的好讚哦！香港啲係專為咗撈嘅台鑽線哦，回遊農村嘅計劃都合作嘅對，聯合大學的。哦，兩個啊，都在哪裡出過比賽耶？係啊，我覺得他非常有特色。我哋代表頭一班呐，真的。所以你看吼，你一下嘅食點心哦，做個變化之後，佢做得很好國際化。我看到苗栗呢有按照按站地位東西，不過三下來，馬上就來進行體育館嘅挑戰。苗栗風綠燈，兩處會用現代嘅方式結清主要食材，3點衛生指定愛做嘅料理。啲倆之前唔啲會取到乜嘅食材嘅情形之下，兩處會因為條件中稍變到手腳來唔參謀。還有兩處冇取到嘅食材，未為咗主廚來做示範，到底會變出乜嘅上多嘅料理呢？最超級、最神奇嘅比賽，臨時是開始了！體育館嘅挑戰，我來進行嘅就係料理風綠燈。
先抢起司夫，公布一下菜色。榨菜肉丝炒豆腐干。哦哟，哦，应该是换豆腐干呐。应该是换炸。我记得很其他换一个动词的。换四头类啦。对。好啦，现在排出一下代表号咧。马上要来猜拳，学芳姐咱这个排出啥？好，那个排出6枚呀，这。我们一起，好，准备好的话就来剪刀石头布咯。好嘞，剪刀石头布。哇！我们是不是故意让的？对，很慢。变显得对，长幼有序。对啊。但是我们运气特别好。刘默契，你喜欢选哪一个点呢？在前面好了。好，1、2、3，哇！就会中优了。别出到解散的菜色嘞，恭喜！哎，就讲讲，你讲很准呐。对啊。哦，用你用，你看谢峰阿姐个面。OK 的 OK 的，谢芳姐，好，3到3打开来哦。确定。 3到3嘛哈。1、2、3。中优干。这可以炒吗？这可以炒吗？直接选。直接选。哦，我妈几好香哎，懂用，我们就直接吃了吧。对啊。这本来先用嘛，一些料的就好哎。哎，我唐讲进不去吼，大魔王忙出来。摸咩？嘿，阿忙吼，你俩好先挑戏一下嘞吼。你系金咩？你来处理哦。你啦，唔明啊。互相规则。徐师傅，你就别演了吧，观众朋友看了3季的给迪啦。啊，1、2、3。哎呦，这什么？软蛋。你阿迪啊？对啊，这是水果吗？这个名字。水果吗？嘿，盖妈的卵呐！马上出来，马上出来。谁的蛋？盖妈的卵，那的子宫还是卵巢啊？卵在耶，都给地板网供出来嘅卵巢。你老这样跟他讲哦，你要出了只会走辽丽自买哦，还可以跃上那个奥运的舞台，会打乒乓球。好笑。所以今天2个给你选，因为走辽丽，那打乒乓没走在，你来处理嘛？哎，无。帮哥处理，听说他乒乓打得不错。哎，好了，梁柱，先这样子，其他有关食材的部分，我们等下再来慢慢聊。马上就来进行踢馆嘅挑战。好，第二组嘅料理风六等呢，做的讲出道的食材都蛮简单，对我们红队来说。可是我们准备好啦，风队的朋友，你哋有信心吗？有，加油！我睇到人講，而家係門風水嘅書姐哦，諗住個阿姐喊睇到有，因為見到笑到佢就會重要噶，已經不是門啊！啊，我們 SOP 流程還是走一下，有信心嗎？有！大家都已經準備好勢，煙草馬上倒數，3、2、1，搶開始！不行了。牛肉干，你想的吗？牛肉干好做吗？做单位想没有，我觉得他们会问你。哦，哎，肉干呐，你等会加油吧？你咪做得用點水落去煮咪？哦，用水咪摸梅呢。我們這一關有廚師幫幫我。係啊，有啊，係啊。好，馬上都一款。好了，加用呀嘅。姐姐，你送一龟油來嘛？哈，佩珍姐。哈，你上一季有來對不對？有來，會還是忘記了啊？記不記得我們有廚師幫我？有。關鍵的步驟讓他自己出的自己做。哦，我就全部裝好，過嚟前頭過嘅時候就廚師幫忙。也不要太後面啦，哈，剩下怕只有擺盤而已。真的，他擺盤沒有很厲害。哦，對，沒有。好哦。快點做，快點做！他是不是呆掉了？好哦，好哦。謝峰阿姐，我看呢度嘅榨菜係辣嘅啊。係啊，然後會沾水。哦。剛有沾過嘅係嘛？係嘛，等下當沾，冇咁跳下。哦。謝峰姐平常時而家條路去做嘛嘅？同舟重前咧。哦，佢真有愛心誒！佢今日煮嘅榨菜肉絲豆乾哈，有沒有什麼想法咧？要，安尼會養，我哋會養。我問阿姐一個問題吼，你這個家手度係豬肉乾，如果豬肉乾假使炒落去哦，它會變軟體，也會變散開來。那是你的技術。我問問看他們知不知道？好。可是講了你也不知道。啊。但是還是要給畫面一點那個。不過安尼做唔得老人高。哦。你知道我是藍隊的隊長。對，聰明。好啦，你要得先逼掉一下，等下我都準了哈。哦。阿姐，我來咧。
哦，哇，電鳳問一下，家下手到駐聽雪菜嘅識唔識人用辦？東方魚。準備好等下特種嘅感驗嘅嗬。啊。切豆腐乾啊，然後煮肉嘅時節又買去煮嘢嗎？哎，像豆腐乾冇切條盤，嗰肉絲咪冇切條盤啊。哦，做乜嘅問你一隻動細節問題係講，因為佢哋用沙全部係做飯嘅線上。真的哦，就是剛剛周圍嘛哈。係啊。我覺得大姐好厲害，其實老豆腐館一般來說對半坡，它是把它三股坡哎。而且它有些平刀哎，這麼厲害。這個太厲害了，刀工很好，而且很穩。兩片就準備隻腰肉哦，你可以做乜嘅用誒？我打我嘅豆乾。嗯，那我鋪一下。啊，我炒一下啦，我湯鍋這樣炒。哦。那水鍋呢？水鍋我湯榨菜。哦，燜湯鍋哦。哦，燜鹹係冇。嗯。兩下嘛。搶高一下榨菜，客家話係按多乜嘅？榨菜四川菜。哎呀，講四川菜啊！我都講四川菜。四川菜。哦，四川菜哦。你是西餐哦。它本來就屬於四川傳出來。我都講四川菜啦。好，我們等下夠多陣了。備料需要比較久的時間。好。不可能，我們還在備料吧？哎，緊定呢，那個就忙少哦。等下，來，我來，冷靜，冷靜哦。董建總啊，你來第二，你學姐嘞。你做乜嘅冇上來提二排啊？因為民族中有名誒。哦，就是款樣式。個人跳名誒，個人跳講啊來款族。所以他不是來看我，他是來看你。孫沙坤，孫沙坤，順便。哦，孫沙。啊，你平常時用誒練煮菜啊？冇，我兩個只要啲廚房做個嚴格。為什麼？因為一餐飯要煮3點鐘。啊，凍煮開始煮，是按步哦。你宵夜哦。用啥會嚴格？那這樣好不好？今天你們要不要分隊啊？不要同一組的，因為我們總節目也沒有3個小時啊。啊，你會做飯，有沒有一點像客家炒牛啊？差唔多啊，差唔多啊。一紅線都會變啦吼。變不幾香啊。哦，啊，你用哪叫用呀？個廚師天數捱咧？穿後背嘅時候，幾後背數盤嘅時候，擺盤嘅時間嚟啊。唔係，我擺盤以前。擺以前係準貨嗎？冇啊，中係度全部炒好以後，那還要加幹嘛？加落去啊！哎，未做得啦。加落去啊！哦，裝了，組裝了。你知道吧？你一嘎之助拍了第4季之後，人每一個觀眾都會猜中廚。嘿，可能下一季開始哦，反而要舉的是廚師不要幫。嘿，家不用黑嘛嘅，蔥哦，酸甜。那先這樣啦，因為我們要倒閉先炒一下。哎呀，你們最後才會用得到。對，下個都個哈。哎呦，不用你一片挑梅了。係啊。睇下糖果之後不用係湯，有冇有不用湯了？你太鹹，按來綜合，按湯。這樣子是不是我聊聽叫嘅？係啊。對啊，倒落去我下加嘛。哦，佢家不用用啦。還是你幫忙他，然後他給做處理嘅啊？你幫忙他。或者是剩下的沒唔怕啦。哦，豆腐乾不用落去。那是水。唔怕，沒關係。豆腐會鹹鹹。哦。豆腐淡淡嘅，等下涼嘅鹹哦。過一下水啊。過一下水，過一下水。唔係硬，嗰個烹烹軟。而且韓國我就韓國就這樣講，cái豆腐乾燙過水以後，它的毛細孔會打開來。烹軟。唔係到鹹就像是洗溫泉一樣。係啊。哎，打開以後再一炒。好了，這樣就好了。哎呦，這樣就好了。其實都用它豆下一啊，太記。因為它那個油不要了。啊，我油過都不要了。哦。會煸過嗎？哎，好，那給你油。我順睇一個。有冇個收你哦？我可以動手哦。哦，來，先弄下。正義的。我看呢個豬肉絲啊，冇炒到全熟嘛，哈。冇，等下當強下炒。一係會強老啦。加啲油。哎，你底下灌入廚師幫我。哎，對啊，你有吸煙喎。那始終沒做得啦。係啊，係啊。可是太記，你要不會做得了哦？你要請他們幫忙嗎？幫我。
帮我。手你要知道虚姐有用的哦。哎呀，我这就30秒哦。我调味，快点。好，来一起通关密语穷哈工，预备起。厨师天素来。好，快剪玛莎。选帅哥。那就是两个帅哥。你真的害他们会吵架哦。戴口罩时间不算哦，哈。对。很烫乎乎的时间也不算。没有这样做过吧？当然没有啊，哭过了。董后生，他翻软一半。好，快剪玛莎。选帅哥。那就是两个帅哥。你真的害他们会吵架哦。来，快点，他那快炒好了。好，计时手感实际的时候我们得走哦。计时开始。好，开始啊！哎，阿姐，这就是三英走得走。啊，阿姐，这就是师傅走得走。强悍呢？强悍没有？那太憨了。啊，等下没忙不用哦。榨菜中好，它这会太咸，榨菜哦，总不能炒一下。不用咸。哇，好漂亮啊！黑啦。哦，也有葱的哦。好。老师傅落去，你看去切合夹。哎呀，哇！安尼熟呢？哦，倒数了哟。哦，你等下让师傅看有红汤的好。 2、1，虚见斗。好，等一下重攀之前起个传个母汤好，这也可以有够哦。还要放一点酒，还有酱油。好，可以再试试。哎呀，做的手里了。好，再续回啦。给我挑一下。哇！这里发生什么事？好，我来特嘞。回来特嘞。好，那你跟我一下厨师天素爱。通关玉米，预备起。哦，厨师天素爱。好，我点玛莎。第二招师傅。好，来，好，阿峰哥。好，起点哦。好。啊，哥哥来了。好，计时开始。豆瓣酱啊。火就快了哈。豆瓣酱。我吃米头哦。不过猪肉干它本身就有香味的哈。有。吃米头嘛。会。戴口罩时间不算哦，哈。对。很烫乎乎的时间也不算。做对吗？要通吗？哦。啊，这么咸哦。重汤。葱发现落去。重汤放去票。猪肉干。重点来喽！不是咸泡呀嘛该。水了几条炒熟嘞？这猪肉就是共用嘞。哎，其实蛮好的哎。哎，看起来真的。懂叫用哎哈。等下做我们的炒都冲湿啦。4、3、2、1。哦，哎，不会走呆了哦。好香哦。不会走呆了。太厉害了。好，那这样的话，两边都好吃耶。他的眼睛有爱心，对不对？有，就用到超个虚跌了。对吗？好，那这样，Annie 马上就来倒数喽。现场马上倒数，10、9、8、7、6、5、4、3、2、1，时间到。马上就来吃看哪一组的料理较赞的哦。好。第一款嘅料理鳳溜蛋，艾莉馬上就先來試試看下鳳吹煮得會牛肉乾哦，來試試看下。咩牛肉啦？豬肉乾係嘛？哎，哦，好吃，好吃，做得鳳椒。哎，我覺得超棒的。Q 感沒懂感哦。佩珍姐覺得呢？好吃。猛中央。你之前沒有這樣做過吧？当然没有啊，突破了。可是你刚才修的按钮都厉害哎。哎，厨师没厉害啊，今天会不会那一手帮忙，太赞了。雪芳姐觉得呢？董后生，他翻软一半。你就刚才风水手都系猪肉干的时间，我还自己偷偷暗自窃喜一下。哎，结果冇呢，昨天你都会让面下台哦。我咱出个阿姐。现在老记得公平一下，你知道猪肉干按照哪来炒哈？用办？哎，东色咯，东色东票，不是按洋炒。系啊，都是吃新鲜的。变出一套新嘅料理咧哈，因为个猪肉干咯，佢咬劲
核辣。หั่肉嘅底部都要豆腐干哦，软软，个榨菜哦脆脆，所以佢口感嘅层次哦，更丰富哦，我觉得很厉害。但是真正厉害的还没来，咱嘴做个传统嘅猪肉絲哦，夾夾落去食看哦。好鲜哎！我觉得啊，蓝队的周围比较清爽。刚刚好，这个很清爽。我想到黑公给然后包给润饼有没有？对啊，润饼皮那这我觉得很搭哎。佩珍姐，你知道嘞？哪边看好食啊，要有这样自信就冲哎。雪芳姐，你觉得呢？好食，不过安妮喊那好食啊，裂开有米头，我觉得不一样路线，不一样路线。火药味很重哦，我们自己来讲一下。各有千秋啦。哪那么谦虚呀？啊，长不一起白地位，觉得自己怎么样？好吃。这个主人这个讲好吃。弄这样好起来，还没有录之前说啊，我听他们结果唔会呢哦，唔会嘟嘟好，冻好些，刚是又盘了，做啲13盘。我介下係主持人佬來賓咁樣講，等下就嚟看一下師傅應用班的評分咯。一周的時間馬上就要到了，先來請阿子劉師傅上好勢哈，搶分數。哦，藍水1分。好，然後嚟看一下阿鳳哥搶分數。耶！風吹得到1分。子劉師傅搶公平。那兩片肉絲然後肉乾攏處理得到好，但是我也評分的方向係就兩樣攏無邊的東西去評分，比如講榨菜然後口乾。哦。那片榨菜可能無湯過只有細啲的哦，又較鹹啲。哦。那片的榨菜咧有湯過，所以無按鹹。也口乾兩片也同樣有鹽味有臭豆，所以我先做片一下。吹，謝謝。些微的差距而已啦，哈。一些差距啲咧。好，謝謝。你下請阿鳳哥看點，藍水嘅阿姐嘅模組來講。好。有冇選一道是正常的用，但應該選頭啊，有點臭過啦。是正常的按用，其他攏炒到凍好啦，挑妹妹挑到凍好。哦，啱啱本嚟風水向，我上班時講吼，佢個頭乾啊，又炒到又入味，然後該搭配到該豬肉乾落去炒，凍好是按樣是正常的問題。兩片都表現凍好啦，希望感謝。按樣嘅話咧，各組都得到1分，唔過剛剛睇起來記得冇？但料理風調第一開始開燈嘅時間啊，其實師傅是出到一個就是芒色多嘅哩，牙子入最天高嘅色彩，到底一個亂仔嘅按樣嘅來料理呢？馬上就搞本齊師傅咯。耶！好，這樣子料理呢，這個蠻簡單。大家都說呀，個亂仔嘅當中都鹹水雞嘅地方，都有看到。係啊。觀眾朋友，你哋有看過冇？還是冇看過哦？可能有看過，我唔敢點啦。對。好，都當用嚟做料理咧。好，首先呢，我了係亂仔嘅話，我都先冰落去燙。哦，你係送嘅？你送嘅啊，哈，送嘅，我都有去腥味嘛，哈。必須我都有做啲冰底下葱啊。哦，米酒未做得嘛？米酒撈醋，醋做乜嘅醋？白醋撈佢去腥，冰一下。哦，所以算未做得咯。米酒。阿冇成日先問一下師傅阿姐，有食過亂仔嘅嗎？有。舉手。用嚟做料理啊？煮酒。煮槍幾酒啊？你睇嘛？對。他懂縫布哦，哈。就用啲麵線。哇，亂仔麵下水湯用嘅，撈芡撈乾嗰啲更好煮。我頭先要是豆腐乾弄掉孔中嘛，哈，挑，啊條係榨菜咪從掉安樣切。個亂仔嗰行會做乜嘅挑梅麼？我切片，切到該挑啦。哦。徐師傅，3年lang嘅時間，你去哪裡了？我開始喺個街道接到一個新任務啦。什麼任務？我哋係行政總主廚啦。哇，我做得咯。都腿背嗎？信州，可能喺信州。哇，我們你一家之主讓你挑通告，我贏煙天呢。有沒？你每次都亂講。對啊。沒有，就第3季的時候先挑第4季。而家係弄掉孔中。卡豆啦哈。弄掉很切。啊，50分衝槍哈。是哦。我係榨菜嘅話，我就先洗過啦。哦。嗰個弄掉冇孔中。用燒水燙過唔係
比较容易去咸味啊。两是做手给吃可是它没有咸也不好吃啊。所以我等下会改它改辣豆瓣酱。啊，然后先并尾炒。咁乱仔我会撩起来咧吼。係咯，好了吧？我會先別解條腐乾。好，我油嘛吼。油。我一千炒啦。一千炒，從我哋哋解炒解客家小菜孔融意思。哦。一千炒半支油梅頭，一千吼。挑些咩係啲係軟，啊啲係變硬嘅，熟嘅。對半啦吼。三用甜。哎呦，好亮哦。對啊，是全用甜。糖漂亮，这最刚好了。那種亂仔嘅，我貼片豬文章買嘅到冇？哦喲。唔是啊，有四葱油。四葱油咩？你也可以打電話給六妹姐啊，佢自家去小蓋兒。油吼，係啊。別個全用嘅。有點越長，有點越長。油吼。按差唔多係是這油啊，然後辣豆瓣醬油啊，豆瓣醬會炒過，佢嘅香味就會出來。哦。所以我唔是用很多，用幾枚個。用凍甕吼。重點是按用嘅啦，會炒過，佢嘅香味就會出來。油吼。個榨菜，可能不去炒下球豆，一千油嘛，我看我一千變吼。哦。蒜頭，炒到差唔多會香咧。油哈。嗯。然後人家就先都洗下梅頭咧。哦，味道在這個時候先洗。加一系列湯。嘿，湯。我說真的，我可能會妒忌耶。係啊，不懂炒飯啊呢。看，個什麼哈？什麼未凍？加下米酒一點麼少。係酒哈。後來你有冇見而家有青米酒冇？有吼。好。冇怪。青米酒較好食係冇？太強係冇？好，我我哋葱個병下去嘅嘛，你啊強下包係。哦，亂仔係最美啊！哇！漢堡有亂仔做都得用炒。你啊是同不去熟，去落去切的時候還會散開啦。哇！按是差唔多咯。哇，這個如果買不起黃金的話，就煮這一道菜吃一吃吧。好漂亮哦！好。榨菜亂仔啊，炒豆腐乾，哎呀，好好食咯！到大家嘅榨菜亂仔嘅哦，炒豆腐乾必須很用板，我們就馬上來吃看下咯。好，炒嘅調嘅米頭懂沾豆誒，懂一米，同樣的。我覺得因為它很入味關係，你蹦飯啊，或者用其他的配料，我就覺得很棒。重點是那個鹹香味哦，剛剛好 ，QQ 的，然後唔會出手，然後食。談講懂營養哦，哦，你咪你唔會自講做啲煮酒啊，係啊，煮種亂酒啊呢。你看佢用啥個盤呢？啊，這個凍甜味哦，有夠不一樣呀。係啊，咁就當紅豆本地咯。又這樣子。等下以為老堆廣告。那我先抽一顆。我現在就你可以過去，因為我們其他都是靠臉吃飯的。什麼意思？你看佢用啥個盤呢？啊，這個凍甜味哦，有夠不一樣呀。係啊。哎，切咖啡因為有小蓋兒嘛？有這樣煮過嗎？沒有，整一次可能。哎呀，因為我切咖凍醬跟亂風嘅梅頭，因為覺得粉粉啊，哎，結果加下食落去之後，唔係呢，硬嘅嗬，係 QQ 嘅。啊，這師傅知道咧。你家亂仔處理當好，所以來當球。所以整體所以來口感都當好啊。搭皮都當好。搭皮都當好。好，鼓勵你觀眾朋友，你們做豆腐卡來吃做困啊哦。唔過，家頭前喺業畢業，進到比賽當過，馬上嚟進行最杯麵館嘅挑戰。做下國家料，強用日出料理，大家都會注目強用嘅料理方式，兩處愛啲限甜嘅時間度，發揮自家嘅好手藝，完成具體嘅菜式。到底兩處會調出乜嘅澎湃料理呢？一家之主等於強下國家料咯！聽到大家講吼，其實倆貴吼，就搶到一位特別欣賞，
哦，就是把欠性上来嘞。下课喽。学生们留下来。好啦，我先来教课啦。我去谈过你结尾吼，锣鼓应应讲啊，读书心发发，翁浦讲下菜瓜，还个通看一下嘛意思。我知道。哎呦。因为呢，这句话我真的觉得老师很好笑。今日伊讲亚基发，还讲伊七家，你亚基发医生就讲你做事情然后无专心。比如我讲呢，北咸主持心发发，王浦讲黑菜瓜。我要跟着拍手吗？要。反向一军的。好啦，不过你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呢？因为今日主题嘅雪菜吼，为了大家高价料嘅雪菜就是菜瓜。哦，菜瓜，今日天来吃菜瓜，给菜瓜面线很好吃，你知道吗？非常好吃，非常好吃啊！好，到底拿菜瓜编嘛料理呢？先问一下风水，菜瓜带来嘅菜色係咪嘅咧？福檸檬瓜。啊，做乜嘅野出菜嘅由來係樣辦咧？因為頭擺細細時候知道，媽媽煮了都菜當好食，安尼都條條會學起來。真嘅哦，唔過頭擺，媽媽應該冇想到按茶法嚟名嘅吧？安尼來改過。上菜的時候說，來小朋友，生日呢，福檸檬瓜，食飯咯。哎呀，湯頭是不窮的事咯。天生意呢？哦，嗰時候有媽媽嘅名頭啊。對。好，可以了呢，我收到不卡媽媽嘅咪西哦，有心行冇？有，加油咯！加油！看看咱處理一片哦，未就同咗個，今日我用菜瓜來做乜嘅料理？嘅菜名按到上下海一條線。中上鼓勵一下。哇！來請評分。10分。哦，嘅菜瓜吼，有買特別素材嗎？菜瓜我係自家種嘅。哦。好，我做成渣。嗯。我會加攞咩？我自家學嘅加嘅生嘅。哇！係啊。譚講你一套菜係你孫女最好食嘅哦。係啊。嗱，因為孫女進來，哎呀，當到菜瓜，所以當時分室嘅蛤蟆學下呢呢個。我有隻海巷嘅啊，嘅菜瓜係咩生我嘅山行嘅，我將它上山下海，表面線呢就一條線。哦。所以人哋來嘅。哇，冇怪安樣見哦。家下吼，民主姐就講哦，你最好食就係菜瓜面線嘛哈。等一下好好期待一下。好嘞。等一下個比賽有信心嗎？有。哇，很快。加油！有進行哦。現場馬上倒數3、2、1，唱開始。開始咯。啊。因為當年填的時間正經不卡聽到菜瓜誒。真嘅。家裡有嗎？因為菜瓜產量又多，都在要牛周邊發種的當地都是面線嘛。哎呀。我們來學看看。不過兩位師傅可以提供一道菜色嗎？之前有做過菜瓜，拿來果粉嚟去炸，會放給日本料理嘅田納西。你有做過給我們？好像還會爆汁嘛。對。會爆汁。徐師傅咧？我會撈個絲瓜油啊，切到細邊的面線。哇，那絲瓜變做面線，個絲瓜切到油安樣哦，有想象嘅。細緻吼。那個煮唔會爛聽，凍河嘅想法。我還是堅持可以放在刨冰裡啦。我們來看一下。哎呦，安對了哦。做料理啦。哎，今天的料理算是蠻純粹的。我們另外一位來賓呢？他去廚房了。去廚房。因為周下高咖料嘛，他去高咖料了。你等下點嘛？該？我想會剪亂。當它裝飾用哎。裝飾。五福裡面其中一幅嗎？對。哦。咁就共享到本地度。又這樣子。那我先偷一顆。哦，這等下係見卵皮。係。哦。卵皮要打落去攪好冇？買。買。有兩種色。哎，我們高咖料的嘞。做呢。哦。哇。就是當太地荷包蛋的意思啦。哎呀，福檸檬有乜該食材啊？菇、肉、紅芪、蛋、豬腳。哦，你有準備豬腳啊？豬腳又來啊！豬腳。素的豬腳不行。對，素的豬腳。對。而且佢今日用嘅菜瓜品種冇同樣，也係蘋果絲瓜。蘋果絲瓜。對，蘋果絲瓜。較甜。哇！阿姐。
哎，怎么叫？那你刚刚做了什么？哈，剪乱了削皮啊，因為姐姐唔會用菜刀。哦，哎，不要，你们有讲好他要莫講，你不会用剪豆啊？因为他刚才真的站在这边，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煎蛋也很难呢，确定？哦，等下5伏变4伏嘞呢哈。为什么？ 2、3、4。哎，鱼嘞，嘞，都大，都大片。係啊。呀，哦。哎，其实你要闻下副调粉啊、头油啊，都得。都是的啦。对啊。好，差不多，差不多。那动作要加快了哈。对。好，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哈。好。已經食了5伏誒，等一下過多出來。好。哇，你要变同面线喽。对呀，系哦。哎，手给我冻夹哎。系啊。他们还在切丝瓜。是吗？我们有煎蛋的。哦。你看面线係鹹的哈。要看那蛋啊，汉姆。要葱要看冇ăn好。哎，我们也有蛋哦。对，我有上面点缀的。来。可是怎么那么少啊？要大蛋酥了，哎嘛。哇，我们要放面点缀一下而已啦，一些就好。我现在来拿蛋给，给我倒啊，也蛮滚呢。芒滚啊，油滚啊拉芒拉。哦，上山下海一条线。啊，哪个上山的土鬼嘛？菜瓜啊，蛋糖啊。那你兄的名啊厉害。我啦。确定要让张伯谦来创作吗？当然啦。你等下底下走沙画，对啊，我还可以签名嘞。走对了哈。重在用像蛋炒哎，乱炒。好像没有。唔啦够稳哦。哎，稳土唔啦。没关系，我跟你讲，他们那边还有1颗鸡蛋。不对，还有啊。还有啊。还有1颗。他家有养鸡。黑咯。哎呦，差不多好了，捞起来的。伯谦，那你可以过去，因为我们其他都是靠脸吃饭的。你们先过一群好吗？啊？那就先过一群。哦，好。来，好主意。赶快拉。哎。都得啦，一下就好诶。一下就好诶。哎，就好诶啊。哇，你都唔可以啦。係啦，你一下就拿夠穩。啊，你都唔可以啦。加油！哎，你等下過多進來哦。我這要洗一洗，等下撈這個。哎呦，好香哦！可以坐低咯。好來燜咯。不乖，好咧，來呀！好咧，來大椎骨。俾你翕一下啦。對，那個出水。說真的，頭擺媽媽真係煮料出料理。對啊，啊你有加一點料落去，加一點料落去。頭擺基本的料有嘛該咧？就絲瓜加蝦米。還有牛肉。哦。你要翕幾球？翕到幾樣啊？菇兒要冰咧嗎？冰咧。啊咁記咧。千條龜。等到佢輕樣嚟嘅都冰。所以一定可以烤腳嘅啊。啊，等下嘅卵貴地落去係嗎？誒。要去煎。誒，不能煎。要趁着冰嘅蛋殼嘅吧。如果你覺得那個蛋不夠的話，我們後台還有那個卵在鵝。很鮮呢。我只不應翕一下。嘿，我先先過開片。其實我們這邊已經快好了。對啊。我們去幫人家隊加油。等下摻落去是好的嘛。嗯。好。這個一款藍水。加一點水，要加一點水。對。哇，好想吃哦。哇，你看，睇下看兩片。哦，兩片。大姐有蟲嗎？有蟲鼠啊？有啊，我放一些。有膠嚟啊！哇！那你哋吸到咋係啊？係啊係啊。哇！你看你要攀得很當準屁股咯耶！對啊，這是不是亞家種啊？一肉絲盤咧。哦，係哈，甜甜啊哈。看到你在攀的時候，看到全體阿婆家的阿婆。這東都是綿的呢。哦，肉絲盤。大姐，要吃料理啊吼，都不卡練的幾多擺誒。冇練。真的嗎？冇練，爸爸就現在煮不用得，不用咁多東西啦。可是我覺得他這個構圖已經有想過了。係啊。有。可能吼，搞師傅佢就硬學咯吼，就是這樣子。因為菜瓜就從也就全到菜瓜。冇記菜瓜應該主要嘅靈魂係乜嘢啲？切切插。誒，家下就加米酒嗎？要不用一點。啊，欒樹係頂下哈。哎，最上面。嬰兒不用注意當狗啊，點綴。真的好漂亮哦。超棒的誒！我條條每隻顏色，有兩種色。哦。漂亮，比較黃。小心機哦。這麼熱的天氣，哎，那漢佐的是強力呢，超級好吃。
啊，栾树系顶下哈，哎，最上面应该不用注意档狗啊，点缀，真的好漂亮哦。超棒的哎！我跳跳每隻顏色，要兩種色。哦，漂亮，比较黄。小心机哦。好，我觉得这样差不多了。我们先倒数，期待。好，天草马上倒数，10、9、8、7、6、5、4、3、2、1，时间到，马上就来吃看最杯米罐有太假不卡都以为菜瓜编出来料理来煮较赞的哦。耶耶耶耶耶！哦，两海最杯米罐呢，我们要先来试一下风吹啊嘅係福檸檬瓜，尝试看到哦。係真經係另個嘅菜瓜，凍 Q 凍甜。而且呢米頭沒調到凍沾的，我瓜呢已經有變軟呢，米頭出來真的還特別 Q 哎，非常之你知道嘞？好吃。好吃。我本来担心太咸，唔係，嘟嘟好好。还好，救回来了。雪芳姐你知道嘞？好吃好食。然後你不卡煮的米頭有乜整菜用的嗎？用當好食啦。一張係媽媽的米頭，一張係阿姐姐的米頭。啊，怎麼自己講完自己笑場？有什麼秘辛嗎？秘辛叫做胡椒粉。哦，對，冇攞到胡椒粉嗎？有，哦有咯，媽媽的米頭有攞胡椒粉。對，客家媽媽真的很愛胡椒粉。係啊，你談看下咱吹最風吹嘅品價形容版，你覺得他們做的？當好食，好食，係啊，要甜，嘅鹹淡熱當住哦，當甜係嗎？哦，不過咋個咧？我試看一下咱吹的鴉片，不過薛之謙哦，我表演一下哦，預備起，上山下海一條線。行落去咯，哦，凍死耶！當吃當甜，紅頭當蔥油，其實菜瓜本身就當甜嘅，佮加上了嘛，含那個嗰種海產的嗰種海鮮味。พี่จันจี你知道嘞？難怪會講下海。有嘅蛤蜊嘅米頭。雪芳姐你知道嘞？我知道有加氣鹽炒落去凍條。哦，對，氣鹽炒比較靈魂，對不對？還有油蟲都底度哦。哎，你們知道沒有辦法講話了嗎？有收嚟冇？我啱啱學睇咧，哎，凍好學咧。我轉給我先講，先不應該學一下。我凍小哦，因為可能觀眾朋友唔知兩下就係兩下嘅溫度差唔多係40度左右。這麼熱的天氣，哎，我喊做的是強力呢，超級好吃。最重點就是那個通條凍條。丁妹姐，你講看一下。係啊。因為我都會加個香蔥頭嘅油，拌嘅麵線。阿公啊菜瓜當起就是讓炸，阿攞咩係粗邊啊讓拿上來。景經理有很多小細節，全去注意到，全去顧到。啊，兩位姐，最主要我哋湯哦，要用嘅海骨湯、雞湯。真勁好食呢，因為我係。第三哦，凍醬嘅嘅人呐，不過食到涼哦，真的會一碗接一碗呢，添下來，我到底師傅按樣辦來評分呢？見中了，夾夾來看。好，今早嘅時間呢，馬上就到誒，先嚟搶一下阿志龍師傅搶本書。攬嘴，好，再接再厲看一下阿鳳哥搶本書。跟叫聲。好來。阿志龍師傅搶公平。今日主角係菜瓜。一開始我看到風吹啊，用一蘋果絲瓜，係因為佢個人係記憶較大。但是呢，我唔記得一樣很容易㗎咩食舊過嘅嚇。一菜瓜係要用油先去炒過，尤其係一蘋果絲瓜，因為蘋果絲瓜佢本身嘅皮啊要較寬一些些咧，嗰個地杯膠囊嘅地杯嘅囊啊。咩油較純一些咧，一開始用油嚟混塗，然後佢炒一下，然後油流架嘅甜分包起來，再去煮。就算煮太位，咩唔會衝一下冇炒過嚇。煮太位，同樣太位，但是還有一些煮切面，
哦，土的墙面，搁还就是较无按球。那是大自然的芬芳。我认为讲也可以避免的东西，因为前面就是主身嘛，有主身的方向可以避免的方法，就尽量去来做到多。我先抄一下啦。对，当我看规则的比较完整。好，我们这个学起来。好，学起来。片蓝翠我认为大家都处理以后啦，就讲个菜馆咩迄种啲无超多动跳啦，还有油超过较好。因为面线啊、老汉的拢嘟嘟我说，所以我选择蓝翠，谢谢。好，谢谢。好，阿凤哥关于了公平。好，我摸本个风队吼，其实是冻简单的只上拍片吼，去解食材的只梅头，姜马丝啊。姜马丝冰落去，个梅头是会大大的提升出来，个会解室外姜梅都会出来。这差就安尼样吼，我无本难对冻简单的问题是，你有冰落甲其他餐冻加粉。哦。甲梅头。其都是冻毒，温和。那含的冻干米啊，冻干米嘿，我们炒好是这炒的安用所以呢，你看到料理呢，其实它很注重很多个每一个小细节。不过它有加一些呢，这灵魂的香料，非常呢要经过一个步骤，那都会影响最后面出来的米线哦。马上出来颁奖嘞！耶！好，今天呢，做的恭喜。不管第一名呀、第二名都真欢喜，因为个个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先来宣布一下成绩，凤翠得到1分，蓝翠得到2分，恭喜蓝翠。3分，3分吗？嘿啦，3分啊！大头名，恭喜！好，哎呦，颁奖紧哦！今老大家讲，第4季哦，体育组大头名的组别诞生。好，谢谢。恭喜！太厉害，太厉害！凤翠呢，没得到同会奖品，给他时代下讲，我就是想要这个。两个呢是樱花粉陶瓷不粘锅具组，恭喜！耶，谢谢。够定点哦，加在礼服同啦，我们还有那个卵在哦，走在送布衣，等待还有剩哈。安姐，好了，现在问一下咱出两片哦。哎，刚才阿姐、梁莎阿姐老人讲，哎，好紧张哦。嘿呢，多厉害汉堡吗？哦，太好了。看到这个帅哥美女2个主持人，很亲切。真美，真美，看到美女，看到帅哥，很亲切哦。哇！马个压力就变下来，莫法都动紧张。你讲到帅哥，我就热听我问，到底哪一个最帅？哦，我以为说到底哪一个帅？他知道已经评完分了，这样。好了，啊，假使很有机会吼，喊回来吗？想哦，按好嘅节目，係啊，好。因為加油團大動員來吼，今日要馬上來。因為啱我一個專場哦，跟台中搶架嘅。係啊，還有阿姐嘛，吼。還有阿姐。阿姐講係忠實觀眾啊，大禮拜3時5分要準時收看。好，下擺大機來好冇？好，好，加油加油，恭喜！謝謝。好了，唐康奈凤翠要批成绩200天一拜了，也算是心想事成。心情如何？老太茶讲一下。來到一隻節目啊，又發現講，當多東西其實可以按用做，係真係好多東西。安姐姐，謝謝。今日當歡喜來參加呢個節目，然後其實我來參加節目嘅目的係來看主持人。所以我已經參定啊，姐講向下來報名參加。咩目標哦？還有目標，我養目標。真歡喜，那今天算是願望達成嘍。對，謝謝。什麼亮啥？如果講正經嘅吼，剛頭前4浪下來吼，對體育館到師傅嘅表演都最杯美館，講正經嘅客家人嘅料理啊，所以加個靈魂落去，哇！嗰種貴嘅肉杯，食嚟過後永久唔會甜冰體咯。係啊，無論你係體育敗類，也係體二敗類，也係體勝敗類，全做啲方向所有嘅朋友日日來報名參加哦。我們知道一家之主就等你向下來報名，下禮拜再見嘍，拜拜。拜拜。